我哋好少會因為陌生人被絆倒嘅，通常係最親嘅人，或者咧喺你上高嘅嗰啲嘅人，你嘅父母啦，你嘅兄弟姊妹啦，啊，你嘅親戚啦，你嘅牧師啦，你嘅組長，你嘅主日學老師，我哋對呢啲嘅人有一個嘅要求，就係咧佢要完美，佢要滿足晒我對佢所有嘅期望。但係弟兄姊妹，你係要求緊佢喺極大嘅壓力底下，自己都冇辦法付出，佢仍舊能夠付出。你咁樣要求合唔合理呢？你要求佢冇情緒、冇需要，永遠都唔會驚，永遠都為其他人着想。其實佢同你係一樣㗎，有血有肉，亦都咧會容易受傷。佢活喺掙扎嘅裏邊，就好似我哋嘅主耶穌，佢喺咧客西馬尼園嘅時候，嗰啲嘅汗好似血咁樣滴落嚟。主耶穌喺嗰陣時候，佢最親愛嘅門徒喺嗰度瞓大覺，門徒四散，彼得咧仲咧唔認主，到咗十字架底下，只有約翰同埋幾個嘅婦女。但係主耶穌喺嗰陣時候，佢做一個嘅祈禱，佢話父啊，赦免他們，他們所作的，他們不曉得。現今我要邀請你，同樣嘅為咧絆倒你嘅嗰啲嘅人咁樣祈禱，主啊，赦免佢，因為佢哋只不過係人，佢哋有佢哋嘅軟弱，我決定我都要赦免佢。求你將我嘅怨恨、我嘅委屈全部嘅攞走，重新賜俾我嗰個喜樂同埋健壯嘅靈。